真长嘛嘞，长得当，这些的来是的是。那先跟大家呢说一声晚安。那在开始上课之前呢，我们先回答就是之前的问题。那这边想请问格西拉，就是我们一般在讲述到三学，那请问什么是三学？那我们在讲述三学的时候呢，最主要呢就是讲到说戒定慧三学。那戒定慧三学的内容呢，其实是非常的广泛。那要一次把它讲完呢，其实也是讲不完的。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说呢，一切佛法的修持呢，它全部呢都是收摄在三学里面。那以第一个戒学来说的话呢，那戒学呢，它最主要呢就是透由就是律仪呢，然后来约束我们身口的这种行为呢，然后称之为是戒学。那以一般的戒学呢，它其实又分为就是别解脱戒，然后还有菩萨戒以及密乘戒。那别解脱戒呢，又分为8种别解脱戒。那这8种别解脱戒呢，就是有居士的呢，就是3种戒，就像是5戒。然后呢，那又分为说像是男众和女众，那还有像是八关斋戒。那这种呢是属于居士戒。那出家的呢又分为就是5种，就是用沙弥尼戒，然后呢比丘尼戒，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沙弥尼还没有受比丘尼戒之前呢，那还有一个正学女的戒律，那总共加起来呢是8种别解脱戒。那除了别解脱戒之外呢，那又有菩萨戒。那菩萨戒呢，还有分为就是18种，就是根本戒，然后46种恶堕。那密乘戒呢，它是14种根本戒以及8种出罪。那总之呢，这些就是全部呢都是收摄在戒学里面。那我们在讲中士道的时候呢，就是后面呢会讲到说就是证明解脱的地方。那在证明解脱的部分呢，他会讲到说就是三学里面戒学的部分。那至于说定学和慧学呢，它并不会在这里做讲述，因为定学跟慧学呢，它是属于它是属于上士道的内涵。那会在讲述6度的时候呢，在最后2度，也就是净律度以及般若度的时候呢，最主要是在那2度的时候呢来做解说。那不过呢，我们这边可以概略的讲一下呢，所谓的定学呢，就是我们的心呢专注于善所缘，这个呢就叫做定学。那一般定学呢，我们讲的是讲说是禅定，或者说如果没有办法呢，就是升起这种禅定的正行的话呢，那就是随顺的这一种禅定也是可以的。那最主要他讲述的内容呢，就是讲到说我们的心呢，它能够安住于就是善所缘。那关于禅定呢，它也是有无数种的禅定。那接下来呢，就讲到说慧学。那慧学一般我们讲的呢，就是毗婆舍那，也就是圣观的部分。那禅定呢，我们称之为是止，就是让我们的心呢专注于在某个地方，所以叫做止。那慧学呢，叫做圣观，或者说呢，就是广东后面讲的毗婆舍那的部分。那所谓的毗婆舍那呢是梵文，那翻成中文直接讲就是圣观，就是说当我们的心呢专注在善所缘之后呢，然后再透由智慧呢来做观察。那是观察什么呢？最主要我们所讲的慧呢，就是讲说观察空性的这种圣观，就是你在止之上呢，然后再透由智慧呢去抉择空性的道理。那这个呢是最主要讲述到毗婆舍那的内涵，也是我们最主要所修的毗婆舍那。那总之呢，就是戒定慧三学的内容呢是非常广泛的。那一切的修持呢都是可以收摄在三学里面。那以上呢就是做一个概略的介绍。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想请问格西拉，就是我们在讲述到就是安受苦忍，或是说将苦呢转为道用的时候呢，该去如何的修持？因为呢，当我们比如说生苦，或者说像是病苦的时候，或者心里有苦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其实是很难修持的。所以这边讲述到说要安受苦忍，将苦转为道用呢，是该如何的去做修习？那这边呢就回复到说，就是我们在讲述到说，就是要安受苦忍，就是要将苦呢转为道用的时候呢，那该如何修持呢？那这一部分呢，就是在广论里面呢，就是上士道我们在讲6度的时候呢，讲到忍般若蜜的时候呢，那还有讲到说我们如何的呢去修习安受苦忍。那在讲说安受苦忍的时候呢，它又分为2个科派，那就是呢讲说我们必须呢安受苦的原因是什么？那第二个呢，就是如何呢去修持，就是安受苦忍。
那第一个呢，就是讲到说，我们为什么呢要去安受苦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就像入行论里面呢，还有讲到说呢，就是我们呢乐因非常的少，然后呢苦因呢是非常的多，就是苦多乐少，就是在人世的时候呢是苦多乐少，所以呢我们大部分呢都是跟着苦呢在一起。所以，如果呢，我们不能够把苦转为道用的话呢，那它呢会产生非常多的过患。那会有怎样的过患呢？就是因为苦太多的缘故呢，所以如果我们不把它转为道用的时候，那以后我们遇到痛苦的时候呢，自然而然我们内心呢就会感到害怕。你遇到苦的时候呢，就会产生畏惧的这种感觉，或者说呢，因为太苦了，苦太久的时候呢，我们的心力呢就完全提不起来，心力呢就会变得很低沉、很低落。那我们心情不好久了，那你自然而然你做任何事情呢，你都提不起心力去做。那所以呢，就想要说，如果呢没有办法把苦转为道用的时候呢，它最后呢会障碍我们去修习善法。因为呢，你只要遇到苦的时候呢，你自然心力低落，心力一低落的时候呢，你做任何事都提不起劲，那自然而然呢，你想要修习善法呢，它也会变成一种障碍。那这边呢，就讲到说呢，为什么呢我们要去安受苦忍的原因是什么呢？那就以说我们生病来说好了，当我们感受到极大的病苦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先去思维到说，我这个病苦呢是从何而来的呢？那病苦呢，它肯定呢是由过去所造的业，还有说现在的因缘呢，就是两者合合之后呢，才产生了现在的这个痛苦。所以呢，为什么当升起病苦的时候呢，我们要去做这种思维，然后要去安受、去忍受这种病苦呢？因为如果我们不修安受苦忍的话呢，那我们除了在身体上的这个病苦之外呢，那因为内心呢会想到很多就是非理所以，然后会很多的这种多余的操心。那有了这些多余的操心之后呢，那我们就是多了更多的痛苦之外，其实对我们一点好处都没有。就是在生病的时候呢，本身我们的身体呢就已经很痛苦了，但是我们除了身体上的痛苦之外呢，你又苦上加苦，又加上了心理的这些痛苦，因为心里呢很容易去想一些有的没的。那想这些有的没有之后，有的没的之后呢，那内心呢就会多了很多不必要的这种操心。那这种操心累积越多的时候呢，又变成心理上的这种痛苦。所以除了身体的痛苦之外呢，那心上呢也变得痛苦。那这个呢就变得说难以忍受的这种痛苦，因为苦实在是太多了。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去思维安受苦忍，去忍耐的话呢，去修习这个安受苦忍的时候呢，那自然而然呢，虽然说你去修习安受苦忍的时候，你身体上的这种痛苦呢，它是不会消失的，因为呢病苦它还是在，你身体上的痛苦并不会消失，但是呢，你内心呢不会有多余的这种辛苦呢，它并不会产生。所以呢，当我们遇到苦的时候呢，就是要去做安受苦忍的这种思维，想办法呢将苦转为道用。那这个时候呢，自然而然我们熟悉之后呢，那你身体的痛苦呢，它也能够慢慢的去减少。那所以呢，这边呢就讲到说，我们在修习安受苦忍的时候呢，就如同吉天菩萨呢他所讲述的，那这个在之前呢应该有讲到，就讲到说呢，若是尚可为，云何不欢喜？若是不可为，忧恼有何益？就是这件事情，它如果还有转圜的余地的时候，那我们为什么要不高兴呢？那如果说这件事情它已经没有办法做更改的话，那你去伤心去忧恼，它也没有太大的帮助。所以由此去思维呢，然后来修习安受苦忍。那在知道说我们为什么要修习安受苦忍的原因之后呢，那接下来就讲说，那我们该呢如何去修习安受苦忍？就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呢去思维安受苦忍呢？那第一个呢就讲到说呢，我们要去了解到呢，我们对于这种痛苦呢，我们不喜欢痛苦的这种想法呢，就是我们要慢慢的呢去习惯它。因为如果说我们一直觉得说痛苦呢，我就是不喜欢，我就是不喜欢这个痛苦。当你内心一直去圆这个痛苦呢，我就是不爱这个痛苦，我觉得苦就是很苦，我很不喜欢它。你一直去想的时候呢，它其实只会让你越想越苦之外呢，它其实一点帮助都没有，并不会说因为你不喜欢痛苦之后，它就会远离你，只会因为说你一直圆在这个苦之上呢，你只会觉得越来越苦之外呢，它并没有任何的好处。所以在一开始思维的时候呢，就是要先去思维到说，不要内心一直升起这种我不喜欢痛苦的这种心。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刚刚呢是讲到说，那我们该如何呢？就是去修习，就是安受苦忍。那就讲到说，第一个呢，我们是要去
不要一直升起这种觉得痛苦呢，然后我不喜欢痛苦的这种心。那第二个呢，就是要去思维到呢，就是我们去安受这个，我们去忍受这个苦呢，这个苦呢，它其实呢是应该要去忍受的。那为什么会讲说要去思维到这个苦呢，应该要去忍受的呢？那这边呢就讲到说，第一个呢，我们要去思维到说痛苦的功德。因为你思维到痛苦的功德的时候呢，你自然就可以了解到说苦它为什么是需要去忍受的。那我们在讲说痛苦的功德呢，又分为5种。那第一个呢，就是痛苦呢，它可以让我们呢升起就是出离心，就是如果没有痛苦的时候呢，我们自然而然就不会想要希求出离。所以你有痛苦的时候呢，你自然就会升起出离心。那你升起出离的时候呢，它自然而然它就能够帮助你呢去希求解脱。所以第一个呢，还有帮助我们呢，让我们的心呢趋向于解脱的这个功德。那第二个呢，因为有痛苦的时候呢，那自然而然呢，我内心的这些傲慢呢，我的这些我慢，我的慢心，还有我的这种傲慢的这种心呢，高慢的这种心呢，它全部呢都会破除。因为你受到痛苦的时候呢，你知道说自己并不同你想象的这么的厉害的时候呢，那你慢心呢自然就能够被降服。所以第二个呢，还有除浅傲慢的功德。那第三个呢，就是当我们受到这种痛苦的时候呢，我知道说这些苦呢，它是从哪里来的呢？它都是从不善而生的。那如果呢，我不想要获得这个不善呢，也就是恶呢，它的这个果呢，它的果也是痛苦。如果说呢，我不想要获得这些痛苦的果的时候呢，那我就要遮止掉这个因，就是不要去造作恶业。所以呢，它就会让我们有升起呢，就是羞耻造恶的这种功德。那第四个呢，就是因为由痛苦所逼恼的缘故呢，所以我们会希求安乐。那如果说我们想要获得安乐的话呢，就要去修习善因，所以呢，它就会让我们升起呢，就是欢喜修善的功德。那第五个呢，因为呢，我自己呢已经感受到这些痛苦的时候呢，所以我了解说呢，苦呢是怎么样的，所以由此呢去感同身受，看到除了我自己之外呢，其他有情还在忍受这些痛苦的时候呢，那对他们而升起了悲悯心。所以呢，这就是透由痛苦呢所能够升起的五种功德。那在了知有这5种功德之后呢，那自然而然呢，我就可以了解到说，遇到苦的时候呢，我应该要去忍受它，因为呢，我看到了苦的这种功德。那一开始在修习安受痛苦、安受苦忍的时候呢，要去忍受痛苦的时候呢，要从小处呢开始着手，不是一开始呢就从那种大的痛苦呢去做修持。一开始呢，一定是从小处呢，从这些小苦慢慢的去忍受。然后呢，当你的串习的时间越长呢，你的忍受的能力呢，自然而然呢，还会慢慢的增长。所以呢，有讲到说呢，久习不成意，此事定非有。所以当我们能够经过长久串习之后呢，那自然而然呢，我们久了之后就能够去忍受这种大的痛苦。所以呢，这边就讲述到说，为什么我们要修习安受苦忍？那可以修习安受苦忍的理由呢，到底是什么？就是去思维苦的功德。那在修习的时候呢，就从小苦呢开始慢慢的串习，慢慢的去修习安忍小苦。那小的痛苦呢，你能够忍受之后呢，那自然而然呢，你就可以忍受越来越大的痛苦。那久了之后呢，再大的痛苦呢，你都可以去忍受。那所以从这边呢，我们知道说，就是我们不可能呢，在遇到很大的困难的时候，或是遇到很大的这种病苦的时候呢，然后才要开始去修习安受苦忍，这个是不可能的。一定要在之前呢，还没有遇到这些大的挫折，或者说生重病之前呢，我们就要开始去修习安受苦忍，就是要从小处呢开始修习。那你平常呢有在修习安受苦忍的时候呢，那等到你真的遇到大苦的时候，你才有办法去做修持。不然一开始呢，你就遇到这种大的痛苦，然后这个时候呢，你说你要去修习安受苦忍，这个是不太可能的。所以我们从平时呢就要开始呢去慢慢的练习呢，去安受这种小的痛苦呢，开始着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回到安乐道论的正文。那上一堂课呢，我们就是讲到说，就是由极地门呢思维流转生死的次第。那在讲述的时候呢，又分为3个科判，就是第一个呢，烦恼发生之理；那第二个呢，就讲到说彼极业之理；那第三个呢，讲到说始末结生之理。那第一个呢，我们在讲述到说，就是烦恼发生之理的时候呢，又分为4个科判，就是第一个呢，证明烦恼；那第二个呢，就是如何升起次第；
那第三个呢，就是讲到说烦恼的因，以及第四个呢，就是烦恼过患。那第一个呢，在讲述到证明烦恼的时候呢，我们就讲说到此处所说的烦恼呢，是指说51心所里面的6种根本烦恼。那6根本烦恼里面呢，见呢，如果再把它细分为5种见解的话呢，那就是有5种呢属于见解的烦恼，以及5种呢属于非见解的烦恼，所以就会有10种根本的烦恼。那讲完烦恼之后呢，那接下来呢就讲到说烦恼升起的次第，那就讲到说所有的这些烦恼呢，它全部呢都是由萨迦耶见，或者说由无明呢所生，就是由无明萨迦耶见呢所升起的。那以上呢这2个科判我们已经讲述完毕。那第3个内容呢，就讲到说烦恼的因。那烦恼的因呢，还有可以分为6个。那这6个呢，就是讲到说烦恼的所依。那烦恼的第2个呢是烦恼的所缘。那第3个呢就提到说为杂者。那第4个呢就提到说言教。第5个呢串习。那第6个呢作意。所以这又把烦恼的因呢分为6者。那第一个呢，我们讲说烦恼的所依。那烦恼的所依呢，就是我们讲到说烦恼的种子，或是烦恼的水冕，或是我们讲说烦恼的习气。就是如果我们有这种烦恼的种子呢，或是烦恼的习气的时候呢，那遇到缘的时候呢，那它自然而然呢就会产生烦恼。就如同我们外在呢田里面的种子呢，当有种子的时候呢，它只要遇到了水、肥料和阳光的时候呢，它自然而然呢就会发芽。所以第一个呢，讲到说烦恼的因呢，就讲到说烦恼的种子或是烦恼的习气。那第2个呢，就讲到说所缘。那所缘呢，就提到说我们升起烦恼的这个境。就比如说呢，我们升起的贪心的境呢，就比如说我们贪爱的就是男生呢，或是女生，那这种呢就是贪心的境。那嗔心的境呢，就比如说当我们遇到我们的仇敌的时候呢，那自然而然呢就会升起嗔心。所以呢，它就是呢随顺着呢会让我们升起贪嗔的这种境界呢，就是称之为是所缘。那对于我们这种初修行者的时候呢，一开始呢，我们不可能呢，就是要去正对治烦恼是比较困难的，要去对治烦恼是比较困难的。所以一开始在修持的时候呢，就是能够离开这种会让我们升起贪嗔的这个境呢，是最好的方法。所以呢，高当派的这些格西呢，也有讲到说呢，对于初修者来说呢，一开始呢去修习对治法呢，远不如呢，就是我们离开这些让我们升起烦恼的境呢，还来得更重要一点。就是依止对治呢，不如说呢，以远离这些让我们升起烦恼的境呢，还要来得好。那升起烦恼的因呢，第3个呢，我们讲到说为杂。那什么叫做为杂呢？为杂呢，就是讲到说所谓的恶友。那这种呢，就称之为是为杂。那就是因为我们如果和这些恶友在一起的时候呢，那它呢会让我们呢很容易的呢升起这些烦恼。那即使呢，你一开始呢没有产生这些过失的时候呢，也因为会跟恶友在一起的缘故呢，所以自然而然呢，你就会沾染了这些不好的习惯。那这边呢就讲到说，以前在藏地呢，就是有2个人，那他们一个人呢就是喝酒，然后一个呢他不喝酒。那后来喝酒的那一个人呢，他跑去了热振寺。那另外一个不喝酒的人呢，他跑到了拉萨。那喝酒的那一个人呢，他去热振寺以后呢，他遇到那边的那些格西，噶当派的格西，所以呢，他久了之后呢，他自然而然呢，他就不再喝酒，他就把酒给戒掉了。但是呢，去拉萨的那一个人呢，他因为到那边呢，就是跟会喝酒的人呢，就是聚在一起，所以久了以后呢，不喝酒的那一个人呢，反而呢变成了酒鬼。所以呢，就讲到说恶友呢，它对我们的影响，就是一开始呢，你可能不会有这些坏习惯，但是呢，当你跟这种恶友久了之后呢，你就很容易去沾染这些不好的习惯。所以对于我们初修行者来说呢，那在我们的心还没有很稳固，还没有很坚定的时候呢，那我们如果和恶友在一起的时候呢，那很容易呢，我们的内心就很容易被这些恶友所影响。那所以呢，在一开始修行的时候呢，就是要和善友在一起，因为同样的呢，我们跟善友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的心呢也容易转变，就是和善友的行持呢会变得一样。所以一开始修持的时候呢，就是要远离这些恶友。那第4个言教，那所谓的言教呢，就是我们去阅读一些就是颠倒的这种写法的这些书籍，或者说呢去跟随着就是这种颠倒的
颠倒的这一种善知识呢，然后去跟他们学习这种颠倒的这种教法的时候呢，去学习这些邪法的时候呢，那自然而然你所学的呢是不好的时候呢，你的心自然而然就容易升起烦恼。所以第四个呢，就想要说言教呢，它也是让我们升起烦恼的一个因。那接下来第五个因呢，就想要说是串习，因为呢，我们从无始以来呢，到现在呢，都是串习这些不好的这些恶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对于烦恼呢是极为的熟悉，就是跟烦恼呢非常的熟，所以我们的贪嗔等等这些烦恼呢，它是可以任运升起的。所以呢，我们就讲述到说呢，就是这个串习呢，过去是这种对于恶业的串习呢，它也是能够让我们升起烦恼的一个因。那第六个呢，就想到说是作意。那作意的意思呢，就是我们会对于呢我们所升起烦恼的境呢，会不断的呢去争议它，产生各式各样的非理作意。那就是我们这里所讲述到的作意。就比如说呢，我对于我所贪的这个境呢，我会争议说它的好，然后呢会觉得说透由各种的原因呢跟理由呢去成立它有多好，然后由此呢而对它升起了强烈的贪心。那同样呢对我的仇人呢，我也会去争议他的不好，然后觉得他哪里不好，他哪里可恶，然后争议久了呢，自然你看到这个仇敌呢，你就会升起害怕的心。那或者说呢，对于吃来说呢，就是我们对于外道的这些见解呢，外道的这些论著呢，然后对于他的这些邪见呢，这些理路呢，然后去争议这些理路之后呢，然后相信说他们所说的呢才是正确的时候，那透由这一种作意呢，这种种种的非理作意呢，去增长我们的贪嗔痴。那这个呢，就是第六个烦恼升起的因。所以呢，在讲到说烦恼升起的因的时候呢，就讲到说，第一个呢就是所依，第二个呢就是所缘，第三个味杂，第四个言教，第五个串习，还有第六个作意。那这边呢，除了讲述说烦恼的六因之外呢，那在俱舍论里面有讲到说呢，未断除随眠，复与静尽住，起非理作意，烦恼因具足。所以又讲到了三种升起烦恼的方式。那这三种呢，就讲说，第一个呢就是没有断除，就是烦恼，就是我们讲到说呢，未断除随眠。那这边它特别就只说是烦恼。第一个呢就是没有断除烦恼的缘故。那第二个呢，就是跟这一些就是让我们容易升起烦恼的境呢，就是因为离得很近的缘故呢，所以会让我们升起烦恼。就是我们要远离这些让我们能够升起烦恼的对境。那第三个呢，就是非理作意，就是升起各种非理作意。那这样子的话呢，就是烦恼的因呢，它就会具足。那以第一个来说呢，就是我们要断除烦恼或是烦恼的随眠呢，就以我们现在来说呢，是做不到的。所以对于初修行者呢，一开始在对治烦恼的时候呢，第一个呢就是要远离呢会让我们升起烦恼的境。那第二个呢就是要远离恶友。那第三个呢就是要远离颠倒的这种言教。那除了这三者之外呢，那就是我们的心绪呢要常常去观察我们的内心呢，就是是否有升起非理作意。那发现说自己升起非理作意的时候呢，那就要立刻呢了知，然后想办法呢让这个非理作意呢不要再继续的作意下去，或者说不要让它再继续的增长。那接下来呢，我们讲到第四个，就是呢烦恼的过患。那烦恼的过患呢，就是它分为很多种，就是我们讲到说烦恼呢，升起烦恼的时候呢，第一个呢，它会伤害我们自己，也会伤害他人。那第二个呢，升起烦恼的时候呢，它会让我们呢今生感到痛苦，也会让我们来生呢感到痛苦。那总之呢，就是对于烦恼的过患呢，在庄严经论里面呢，就是讲到说，烦恼坏智、坏他、坏境界，就讲了非常多烦恼的过失。那同样的呢，在入行论里面呢，也讲到了很多烦恼的过失。那所以呢，在入行论里面呢，他也是讲到说，烦恼的这些过失呢，就比如说，当全世界的人呢都跟我为敌人的时候呢，全世界人都是我的敌人的时候呢，那这些人呢，他是没有办法让我堕入到恶趣去的，他是没有办法让我堕入地狱呢，然后去感受地狱的一种无间的大火。但是呢，如果当我遇到烦恼的这个敌人的时候呢，那遇到烦恼这个敌人的时候呢，他是绝对呢会让我堕入到恶趣去的。所以呢，以仇敌和烦恼来说呢，烦恼呢比仇敌呢还要来的恶劣。那在以今生的敌人来说的话呢，就是我现世的这种所谓的仇人或是敌人呢，他伤害我呢，只能伤害今世的我而已，
它只会对于今世的我呢有各种的危害，但是呢，它没有办法伤害到我的来生。但是呢，烦恼呢不一样，烦恼呢它是从无始轮回开始呢，到现在呢不停的伤害我，然后呢从来呢都没有停过，所以呢烦恼呢比我们的今世敌人呢还要来的可恶。那第三个呢，就是对于世间的这些仇人呢，如果说我们和他好好相处的话呢，但是有可能呢是可以将这些仇人呢最后变为朋友的，就是世界的这些敌人呢是可能可以变成朋友的。但是呢，如果说我们对于烦恼呢对他越来越好的时候呢，那对我们自己的伤害只会越来越大，它是不可能呢对我们有任何的注意的。所以不管从哪里看呢，烦恼呢它对我们的过失呢都是远远大于敌人对于我们的伤害。那同样的呢，在入行论呢，它有讲到说，就是我们呢，如果说对于世间的这些仇敌呢，会感到害怕的话呢，那照理说呢，我们应该对于自己的烦恼呢，也应该要升起怖畏。为什么呢？因为仇敌呢，它仅仅是呢，就是今生呢，我们去，而且他到我们附近的时候呢，我们才会感到害怕。但是这个所谓的烦恼呢，它是恒时的呢安住在我们的心绪当中，所以由此呢，我们应该呢要对烦恼呢而升起怖畏，而不是呢放着烦恼呢完全呢不去做任何的处理。所以呢，这以上呢就是讲到说烦恼的这些过患。那这个呢，在经庄严论呢，还有入行论里面呢，讲述多了就是非常多烦恼的过患。而且呢，除此之外呢，我们知道说，我们所感受到的一切的恶业，或者说我们所造的一切的恶业，或者说我们感受到一切的痛苦呢，它全部呢都是由烦恼而产生的。那不仅仅如此呢，它对于我们来生呢获得真上生人天的果报，或者决定胜呢一切骗智解脱或是一切骗智呢，它都能够呢作为障碍，烦恼呢都是能够作为障碍的。所以呢，我们可以总是说呢，所有一切的过失呢都是烦恼的过失。那同样呢，就是过去的这些祖师呢，也有讲到说，就是我们呢要了解就是烦恼的因。那这边呢讲烦恼的因，就像是之前我们所讲到的烦恼的六因，或是俱舍里面呢所讲到烦恼的这些三因。那最主要呢就是要了解到说烦恼的原因的时候呢，然后想办法呢去断除，就是让我们升起烦恼的这个因。那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在学习经典的时候呢，会学习到说像是烦恼的性相，或是烦恼的分类种种呢，就是要让我们呢认识烦恼。那我有认识了烦恼之后呢，我才有办法呢去对它做对峙。而且你唯有认识烦恼之后呢，你才能够升起呢，就是知道说烦恼的过失。那以及呢，就是当我们了解了烦恼过失之后呢，我们要将烦恼呢把它视为仇敌。因为如果说我们不知道烦恼的过患的时候呢，你不会把它看成敌人。所以呢，这边就讲到说，我们对于说烦恼的这一种法体形象呢，我们要去认识。认识最主要原因呢，就是要了解到说烦恼呢，它对我们会产生怎样的坏处。那就以前呢，就是噶当派的格西呢，就是奔公甲呢，那他自己呢，在升起烦恼的时候呢，他就会用右手呢，然后抓着自己的衣服呢，然后就说：“你这个家伙呢，又升起了。你这个家伙呢，好好的比丘呢不做，又回去当你这个奔公甲。然后呢，你这种行为实在是太恶劣了，所以照理说，我应该把你丢出去呢，今天晚上不给你吃饭才对。”那当他自己呢升起了善心的时候呢，他又会用右手呢，就是拍拍自己呢，说：“你今天呢是一个如法的一个比丘，做得很好。所以呢，我们要像就是格西奔公讲一样的，就是时时呢去关注自己内心是否升起烦恼。”那以上呢，我们就讲述到说，就是由极地门呢视为流转生死的次第呢，那它又分为3个科判。那也就是呢，第一个呢，烦恼发生之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烦恼呢，它是如何呢去造极业的，就只要说比极业之理。那以及第三呢，始末及结生之理。那第一个呢，就是烦恼发生之理呢，它又分为了4个科判。就是第一个呢，证明烦恼，就是我们要先了解到呢，这10种烦恼呢，到底是哪10种。然后在了解之后呢，就讲说如何升起次第。那这10种烦恼呢，它是如何升起的呢？那第3个呢，就讲到说烦恼的因。那能够升起烦恼的因呢，到底是什么？那以及第4个呢，就是烦恼的过患，就是说要了解呢，烦恼呢，它对我们呢，到底能够造成怎么样的伤害？那在了解了这些之后呢，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讲到说呢，比极业之理，就是透由烦恼呢，它如何呢去造业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讲到说呢，就是我们在修习共中师道的时候呢，第一个呢就讲到说呢，就是明求解脱之心。那讲到说明求解是好，
讲到说明求解脱之心。那还有第二个呢，就是发起之方便，就是如何升起呢希求解脱的方便。那希求解脱的方便呢，我们这边所讲述的呢，就是由苦集门中呢做思维。那苦呢，指的是苦地。集呢指的是极地，那有苦集门中呢做思维的时候呢，那第一个呢，讲到说思维苦地呢，就讲到说生死过患。那在苦地的地方呢，我们就讲到说是去思维生死，也就是轮回的过患。那在讲述轮回过患的时候呢，就是讲到第一个呢，就是思维生死的总苦，就是轮回的总苦。那以及呢，就是个别呢，就是六道它各个的这种痛苦，就是思维别苦。那这以上呢，就是在讲述到苦地的部分，所以也就符合呢，我们在讲述四谛的时候呢，一开始呢，先讲到说知苦，就是你要先了解到痛苦。那你在了解苦了之后呢，那第二个呢，你在了解苦之后，那你要去寻找说，那苦因呢，到底是从何而来？那发现说呢，苦因呢，它是由极地而来，苦的因呢，苦地的因呢是极地。那我们讲说极地呢，它又分为就是烦恼集还有业集这两者。那烦恼集里面呢，我们就讲到说，那最主要我们的苦呢，都是由烦恼而来的。所以呢，我们在以上呢讲述到说，烦恼发生的道理。那烦恼发生的道理呢，就讲到说，无论上是证明烦恼，就讲说一开始呢，就是我们先要了解到说，这10种烦恼呢到底是什么。那这烦恼呢，它是升起呢是怎么样升起的？那烦恼的因呢，又是从何而来？以及它对我们呢会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呢？那以上呢都是在讲述烦恼集的内容。那接下来呢，再讲到说比极业之理，就是你有了烦恼之后呢，你如何去造业的时候呢？那这边呢就讲到说业集，就是烦恼集和业集里面，接下来呢就是讲述到如何造业的部分，也就是业的部分。那接下来呢，我们讲说呢，就是烦恼呢，它是如何呢去造集业的，它是如何去把这个业呢集起来的。所以第一个呢，就讲到说证明所集的业，就是证明呢，就是业呢它是如何去造业的。那第四个呢，那第二个呢，就讲说呢，它是如何呢去造业的。那这边呢，我们在讲述到一开始在讲述到业的时候呢，我们要先认识到呢，什么叫做业。那业呢，一般来说的话呢，就是我们讲到说它是心王里面的心所。那在心所里面呢，它是属于思心所。那对于说业的程序呢，就是对于佛教的四部宗义呢，还有不同的程序。就是一切有部来说的话呢，它是程序呢，就是有是设法的业，就是业呢，它也有是设法的，不一定全部都是讲到我们所谓的都是一定是思心所，不一定都是了知，不一定都是心法，有是设法的这种业。那除了一切有部之外呢，那上部中呢，就是一切有部以外的上部中呢，基本的都承许到业呢，就是这边所讲的思业，就是心所里面的思。那也就是我们所讲的思呢，就是这里所讲的业。那当然应成派呢，它也跟一切有部呢，也是一样承许到说呢，就是有属于设法的业。但是一般总的来说呢，我们在讲说业的时候呢，就讲到说心所里面的思。那这边呢，就举一个譬喻来说呢，就叫做什么是业呢？那就他先举一个譬喻来说，就比如说我们在讲述到磁铁的时候，当我们磁铁呢一靠近就是铁的时候呢，就是铁质的物品的时候呢，那这些铁质的物品呢，它自然而然呢就会去移动，它就会去移动。虽然说磁铁呢，它本身并没有意乐呢要去把这些铁制品呢去做移动，或者说让它呢有所动摇，但是呢，你只要磁铁一靠近的时候呢，那铁制品呢，它自然而然呢就会有一些轻微的这些移动。那所以同样的呢，我们在讲述到这个思心所的时候呢，就是业呢，我们只要一有这个业的时候呢，它自然而然呢就会让我们的心呢就会去转动。我们的只要一有业的时候呢，我们的心就会对于说，无论是不好的或是好的呢，就有过失的或是有功德的呢，你只要一有业的时候呢，那自然而然呢心呢就会开始转动。那或者说我们在讲述到业的时候呢，就提到说掺杂的意乐的这种思呢，也可以把它称之为业。就是掺杂的意乐的思呢，思心所呢，可以称之为是业。那在讲述业的时候呢，就可以讲到说呢，就是我们的意乐呢，就是不掺杂着贪嗔痴等等呢所行的这种呢，那可以叫做是善业。那或者说呢，透由强烈的贪嗔痴呢作为意乐呢，那所造下的业呢，它就是属于恶业。所以呢，业呢，它又可以分为两种，就是你的意乐呢不掺杂
贪嗔痴等等呢所造的这种善业呢，善业呢，它就是属于善业。那掺杂的贪嗔痴呢，那强烈的贪嗔痴呢所造的业呢，它就是属于恶业。那我们呢在讲述到业的时候呢，就提到说呢，以一切有部来说的话呢，它是把业呢，就是承许说就是牲口呢所造的这种业呢，它是属于摄法。就是以我们在造杀业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在杀生的这个同时呢，我们在行杀生的这个正在杀生的这个当下呢，杀生的这个动作的时候呢，那会产生的这个业呢，就会产生一种是属于摄法的，就是所表色的业，还有无表色的业呢，会因此而产生。那这个呢是只有一切有部，就是一切有部它会承许说业呢，它是有属于摄法的业，就是当我们在杀生的这个当下呢，那这个动作呢，它会产生出就是所表色以及无表色的这种业，那这是一切有部呢所承许的业。但是呢，以经部以上的，就是经部宗、唯识宗还有秩序派呢，它是承许说呢，凡是业呢，它一定呢要是属于了知，一定要是属于心法。那所以唯识宗跟经部宗还有秩序派呢，它在承许业的时候呢，是讲说在杀生的这个当下呢，那我们内心呢所具备的这种思呢，这种思以业呢，是这里所讲述到的业。那这里呢，就讲到说，第一个呢，我们要先了解到认明到业。那业呢，就是刚刚讲述到说，就是四部宗义呢，它所承许的业呢是不同的。那在讲完就是我们在认识了业之后呢，又讲到说业呢，它分为两种。那分为哪两种呢？就讲到说，第一个呢是失业，那第二个呢是失以业。那我们讲说，所谓的失业是什么呢？失业呢，就是说我们在还没有造作这种。比如说以杀生的业来说的时候，就是我还没有开始杀，我只升起了杀心，我升起了这种意乐，想要杀的这种意乐呢，是属于失业。那失以业呢，就是我正在杀的时候呢，内心呢所升起的这个失呢，就是和你在正在杀生的这个动作的时候，正在杀的时候呢，那你心里面想要杀的这种心呢，那这个呢是失以业。那在讲述完这些之后呢，那接下来就说，那透由这个烦恼呢所造的业呢，它又分为哪几种？那这边呢就讲到说呢，我们在讲述到说业呢，还有分为呢三种，就是呢福业、非福业呢，还有不动业。那什么是非福业呢？非福业所讲的呢，就是我们透由呢萨迦耶见呢所生。由萨迦耶见所生之后呢，然后由坏聚见所生，然后造下的种种的这种恶行呢，造下种种的恶业呢，那这种呢是属于非福业。那所谓的福业呢，就是提到说能够让我们投身到欲界呢，欲界天或是欲界人的这种业呢，称之为是福业。那在这边讲到说，投身到欲界的人天的这种善业呢，是属于福业。那如果说是上界天投身到色界还有无色界的业呢，那这个呢叫做不动业。所以呢，还有分为非福业、福业和不动业这三者。那在讲完呢，就是证明所及的业，就是说了解业是什么样之后呢，那第二个呢就讲到说呢，那业呢它是如何造集的呢？那业如何造集的呢？这边就讲述到说，就是一开始呢，就是透由萨迦耶见呢，他执持我和我所之后呢，然后执持了这个我之后呢，然后他把这个我呢看得非常的一个珍贵，就是萨迦耶见会把我呢，就是觉得说我是非常珍贵的，然后把这个珍贵的我呢。珍贵的这个我呢，他所想要的是什么呢？他所希求的呢是希求离苦得乐。那我们在希求离苦得乐的时候呢，那这边呢就开始造业。那是如何造业的呢？就是萨迦耶见执持了我之后，那这个他所执持的我呢是所希求离苦得乐的。所以呢，当我所希求的这个乐呢，是在今生就是未死之前呢，我所希求的呢是今生的这种安乐的时候呢，那你所造下的这种业呢，就是属于非福业。那对于说呢，今生的安乐呢，你感到厌离，就是你对于今生的安乐呢升起厌离，那你是希求呢来生呢能够获得就是欲界人天的这种安乐呢，那这种呢所造下的业呢是属于福业。那造下福业之后呢，那对于说就是我对于欲界的这种安乐呢，然后又升起厌离，那我所希求的呢是希求
内心的这种三摩地的这种安乐的时候呢，那所造的业呢就是不动业。那这个呢是造下了就是你希求三摩地的这种乐受呢，而所造下的业呢，就是投身到就是三禅天以下，就是初禅到三禅的这个不动业。那又对于说三摩地所生的乐受呢，你升起厌离，那你所希求的呢是三摩地呢所升起的这种舍受，那你希求三摩地舍受所造下的这种业呢，那它是升为到就是色界天四禅以上，就是四禅还有无色界以上的这种因。所以呢，这边就讲到说呢，透由你对于乐的种种不同的希求呢，然后因此呢而造下了非福业，就是对于希求今生就是未死之前呢，这种今世的安乐的这种业呢是非福业。那希求来生呢获得欲界的这种业呢是属于福业。那不动业呢又分为两者，就是你希求三摩地安乐、三摩地乐受的这种呢是属于就是初禅到三禅的业，是初禅到三禅的不动业。那你希求三摩地舍受的这种呢是属于就是四禅以上的不动业。所以不动业呢还有分为两种。那所以呢，这边我们可以知道呢，就是我们呢，就是因为厌离下界呢，希求上界的缘故呢，所以我们所造的业呢，它会变得越来越好。就像呢，一开始呢，就是我们因为呢，我们一开始所希求的呢，是属于今世的这种灵魂。那因为对于今世的，那因为希求今世的这种安乐呢，所造下的业呢，是属于非福业。那因为呢，我们对于今世的安乐呢，升起厌离之后呢，所希求的呢，是来世欲界人天的这种果位的时候呢，那所造下的呢，就是福业。那如果说我们对于说欲界的这种人天的这种安乐呢，又感到厌离的时候呢，那对于内在三摩地啊这一种乐受呢，升起希求的时候呢，那我们所造下的这个业呢，就是不动业，那是投身到就是色界三禅以下的这个不动业。那同样的呢，我们对于内在三摩地的乐受呢，又升起厌离的时候呢，然后希求内在三摩地的舍受的时候呢，那此造下的业呢，就是四禅天色界四禅天以上，就是包括无色界呢的不动业。所以呢，我们知道说呢，就是透由这一种就是厌离下界呢，希求上界的方式呢，我们所造的业呢会越来越好。那所以同样的呢，当我们对于三界的安乐呢升起厌离的时候呢，那自然而然呢，我会升起希求解脱的心。那升起希求解脱心之后呢，那我们所做的任何的善事呢，就像是去布施或是持戒等等呢，那这些呢都会让我们离解脱呢越来越近。所以这些所造的因呢，就是成为解脱的因。所以呢，当我们如果有一个造作的出离心的话，当然能够升起不造作的出离心啊，这当然是最好的。但是现在升不起不造作的出离心的时候呢，我们要想办法呢，升起一个造作的出离心，然后好好的去发愿呢，愿我呢所做的这些善行呢，全部呢都能够成为出离轮回的因。因为如果没有这样子的意乐呢，那我们所造的这些业呢，无论是善业呢，无论你造的是怎样的善业呢，它同样呢都只能指示为轮回的因。所以呢，一定要升起一个造作的出离心，然后好好的去发愿，愿我呢所行的这些善呢，都能够成为脱离轮回、成就解脱的因。那我们呢，以上呢就讲述完就是造业的部分。那我们在讲述造业的时候呢，这边所造的业呢，都是属于淫业。那同样的呢，我们一生之中呢，就是每一分钟呢，都是造下无数的淫业，无论说是善的也好，还是恶的也好，就是每分钟呢，我们都是不断的造业。所以一生呢，我们会造下无数的这种善恶业。那造下善恶业之后呢，它的习气呢，就安置在于我们的意识之上。那在安置在于我们的意识之上。我们的意识之上后呢，那我们在临终的时候呢，那同样的呢，会去触发呢我们过去所造的这些业。所以呢，接下来呢就是讲到说，就是我们死了以后呢，就是如何结生的道理，就是如何投生的道理。那所以呢，一开始呢就想要说呢，就是死呢是如何死的，那死了以后呢，它是如何承办，就是中有，就是我们所讲的中阴身，死后是如何承办中有的道理。那承办了中阴身之后呢，中有之后呢，它之后呢是如何承办身有，也就是如何投生的道理。所以呢，接下来呢就是讲到说始末及结生之理。
那接下来呢，就讲到说呢，就是死呢是如何发生的。那死呢是如何发生的呢？就讲到说死呢就是有两种，那一种呢就是受尽死。受尽死呢，就是说我们过去世呢所造的这种树叶呢，那它所赶的就是我们今生的这个寿量呢，寿命的这个长度呢，就是它刚好就是你把这个寿量呢全部都用完之后呢，就是受尽而死。那这种呢是属于一种，那另外一种呢，就是非受尽而死，他可能遇到各种的这种违缘，或者说，比如说呢，就是福报耗尽等等呢，那他会就是不会到受尽，然后就先死亡的这种呢，那就讲到说就是非受尽而死。所以在讲说死亡的时候呢，分为两种，就是受尽而死和非受尽而死。那当我们要死的时候呢，就是当要死之前呢，那我们过去所造的这个业的力量呢，它会慢慢的成熟。那由这个成熟的业呢，它会决定说我们来生呢会投身到哪里去。那要成熟的这个业呢，一开始呢会先以就是我们现世所感的这个业呢为主，就是你现世呢所造的业呢，哪一个业呢是最强力的业的话呢，那这个业呢它会先去触发，然后呢它会让我们呢先去感果。那刚刚呢，就讲说呢，在我们临终的时候呢，我们的业呢，今世所造的这个业呢，它会去成熟。那成熟的呢，就是看你说你的善恶业呢，哪一个比较重的话呢，那它呢就会先成熟。那如果说你的善恶业呢，它是轻重呢是一样的时候呢，那第二个呢，就是看你说你对于善业的串习比较长时，还是对于恶业的串习呢比较长时。那串习久的这个呢，它会先感果。那如果说呢，就是所造下的这个善恶业呢，它的轻重呢也是一样，那串习的力量呢也是一样的时候呢，那第三个呢就是看哪一个业呢是先造的，先造的这个业呢会感果。那我们讲到说会感果的这个业呢，就是除了善业还有不善业，就是恶业之外呢，那还有呢第三个呢就是无记业，就是善不善以及无记这三种。那就是呢，我们刚刚讲到说呢，就是死心呢，就是临死前的心呢，就是分为善心、恶心以及无记心的这三种。那所谓的善心而死呢，就是我们在思维呢，就是意念起自己呢，或是意念到他人之后呢，然后想到说我所行的这些善之后呢，然后对于上师三宝呢，升起信心。那升起信心之后呢，那希望说来世呢，我所获得这个身呢，能够获得一个可以继续修习佛法的这种身。那这种善心呢，就是拥有这种善心之后呢，然后让他的能力呢，能够不断的增长，然后透由这种方式而死的话呢，那就是叫做善心死。透由善心而死，那透由善心而死呢，它会有怎样的这种相状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对于死者而言呢，他会觉得说他好像是从暗处呢，然后走向于光明。那第二个呢，就是他会显现的，就像梦中好像在做梦一样的，会看到各种就是可爱的，就是悦意的这种，他觉得舒服的这一种景象呢，会现起。那第三个呢，就是他死的时候呢，就是非常的安详。那有这种相状的话呢，就是属于善心而死。那不善心死的话呢，是怎样呢？那同样的呢，就是他在临终的时候呢，就是升起了恶心或是不善心。那这个呢，就比如说呢，他对于自己或是他人的这种财物呢，或是资具呢，升起了这种贪心，想要追求的这种贪心，或者说呢，想到了自己的敌人呢，而升起了害怕或说嗔恨的这种心。那透由这种呢，然后让自己的就是过去所造的这个恶业增长呢，然后由此而死呢，就是透由不善心而死。那由不善心而死的话呢，那他呢会堕入于恶趣。那不善心而死的时候呢，他会升起怎样的相状呢？对于死者而说呢，他会觉得说他好像是从光明呢，然后走向于黑暗的地方。那同样的呢，他会像做梦一样呢，他会看到就是自己呢种种呢就是不喜欢看到的这种可怕的景象呢会现前。那这种状况呢就是不善心死。那同样的呢，就是我们只要说不善造不善，就是不善心而死的这一种呢，那还有另外一种就是显现的上状，就比如说呢，就是生平呢，就是造下大恶业的这种，比如说他造了很多的杀业，那他在临终的时候呢，他可能就会跟他说，今生呢他所杀的这些有情呢，就是出来呢，然后捶打自己，或是呢会显现呢，就是
好像有一个很可怕的人呢，把他抓起来，然后丢到悬崖下面去。那这种人，就他在临终的时候呢，我们有时候会看到，就是有些人他在临终的时候呢，他会一直大喊说，像是救我啊等等，帮我救我等等的。那这些呢，可能都是因为不善心使的缘故呢，所以会产生这种相状。那同样的呢，就是因为不善心使的这些有情呢，那他在临终的时候呢，会感受到极大的痛苦。那在感受到极大痛苦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有时候呢，我们会跟他说，这个时候你要好好的呢，就是去意念三宝，然后呢，对三宝呢去做祈请。那这个呢，也是要关待每一个有情，因为有的有情呢，你这样跟他讲述的时候呢，他可能会因此呢，而对三宝呢，就是升起邪见，这种状况也是有可能发生的。所以就是依照各个不同的友情呢，然后给予就是适当的引导，然后呢，看是要说请他呢对于三宝呢做祈请，或者说请他诵念就是佛陀的名号，或者说呢持诵各种的陀罗尼咒呢，那这个呢就看各个有情呢，然后看他比较相应于哪一种呢，然后就依照状况呢，然后去做适度的调整。那无记心使呢，无记心的使者呢，就是他在临终之前呢，他的心呢没有升起任何的善心或是恶心的这种呢，叫做无记心使。那所以呢，就假如说我们临终的时候呢，就是有善心使、不善心使以及无记心使呢这三种。那无记心呢，就是非善非不善。那这里讲述到说，无论是善心使或是恶心使呢，或是无记心使呢，那这三者呢所讲的都是说，在临终的时候呢，我们还有这种初分的这种意识的时候，还有初分的这种想法的时候呢，初分的这种了知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是会讲到说，就是善心使、不善心使跟无记心使。但是呢，当进入了就是死心的时候呢，就是最细微的舍心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呢，全部都是无记的，都是一样的。所以这边讲的说善不善还有无记呢，是讲说当我们的初分的这种了知呢还在的时候。那当我初分了知还在的时候呢，我的呼吸呢快要断的时候呢，就是呼吸已经快要停下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内心呢会知道说自己快要死掉了。那快死之前呢，我们就会升起一种对身体的这种贪着，就是因为不想死，所以会对此生呢对于这个身体呢会升起一种贪着。那这种贪着的心呢，就是在12缘起里面的第9支呢，也就是取支。那这个取支呢，也就是我们承办中阴身的因。那这边呢，就是有讲到一种状况呢，就是虽然呢是在今生的时候呢，就是造了非常多的善业，那造了很多的善业呢，但是在他临终的时候呢，就是他的爱取呢，可能是滋润到恶业，所以呢，他由此呢而投身到恶趣的这种状况呢，也是有的。那这种状况是如何发生的呢？就是我们刚刚讲到呢，我们在过去世呢，就是造下了无数的这种善恶的淫业。那现在呢，能够感为人生呢，就是因为过去的这个善淫业呢感果的缘故，但是恶的这个淫业呢，它还在。那所以说呢，他今生呢，他过去生呢，虽然由这个善的淫业呢感得到今生的这个人生投身到善趣，那他今生呢也是造了非常多的善业，但是在临终的时候呢，因为过去是这种强力的这个恶业的淫业呢还在，那因为善业先感果嘛，所以这个过去世的这个强力恶业呢，它还没有感果，还没有成熟。但是呢，因为过去世所造的这个恶业呢，它是非常强力的缘故呢，所以呢，在临终的时候呢，他就先被爱取给滋润。那在被爱取所这个恶业呢，被爱取所滋润之后呢，那这个时候呢，他在临终之后，他临终前呢，他所显现的这一些影像呢，都是这种可怕的，他会把他所见的一切呢，都变成他的仇敌、他的敌人，然后内心呢，而生取这种恐惧部位的心，然后由此呢，而变成恶业，而堕入恶趣。这种情况呢，是有可能会发生的。那所以呢，同样呢，反过来说呢，就是有一个人呢，他在今生的时候呢，他可能造下了非常多的恶业，但是呢，如果说他过去世呢所造的这个善业呢，就是比今生的这个恶业呢还要来得更为强烈的时候呢，更为强而有力的时候呢，那他在临终的时候呢，过去生所造的这个善业呢，可能会被爱取所滋润，所以他来生呢还是有可能会投身到善趣去的。所以并不表示说呢，今生呢你造的善比较多的时候呢，你就会投身到善趣。同样的呢，也不表示说你今生呢所造的恶业呢比较多的时候呢，你就会投身到恶趣，这是不一定的。因为虽然说你今生造了很多的善业，但是你过去世所造的恶业呢，比你今生所造的善业
力量还要来得更强猛的时候呢，那你灵松呢就会被过去世所造下的这个恶业呢所去滋润你的爱趣，然后由此呢投身到恶趣去。所以同样的呢，虽然说你今生造了很多的恶业，但是因为你过去世呢有造了一个非常强猛的善业，那在临终的时候呢，这个强猛的善业呢被恶趣呢先滋润的话呢，那你还是呢有可能会投身到善趣去的。那所以这些呢都是不一定的。那所以呢，这里我们就讲述到说，就是由极地门呢视为流转生死呢，我们讲完了就是烦恼发生之理，然后彼极业之理。那现在是讲到说始末及结生之理。那始末及结生之理的时候呢，那第一个呢，我们就讲到说呢，就是始呢是如何发生的。那始如何发生之后呢，那我们就讲到说，在始的时候呢，就是会有善心、恶心及无记心。那我们讲述到说呢，就是在始的时候呢，如果是造善业的人呢，他身体的这个暖度呢，会从下面呢就是往上收摄。那造恶业的呢，他会从上面呢往下收摄。就是造善的人呢，他会从他的始的时候呢，就是下身呢会先凉，然后上半身呢会是温暖的。那造恶业的呢，就恶业先感果的呢，它是上半身呢会先凉掉，那下半身呢会比较温暖。那这种冷呢，二种呢都是最后呢就是从到心室的地方，就是心室呢最后呢这个摄暖呢，最后就是到心间的部位，然后最后呢我们的意识呢，就是从心间的地方呢，就是离开这个肉体。那所以在这以上呢，就讲述完了，就是此时呢发生的这种状况。那此时发生状况讲完之后呢，那接下来呢就是讲到说死后呢，它是如何承办中阴的道理，那以及呢承办中阴之后呢，它的身有呢是如何受身的道理。那关于这部分的内容呢，就是我们下一堂课呢再继续的做解说。